有邊虎在腰間，龍頭在心口，人擋殺人。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到時光重影館，我係你哋嘅主持人。今日呢一集，我想同大家講，又有一位娛樂圈前輩離開咗我哋，一個好多香港人都熟悉，但而家已經離開咗我哋嘅人物黎彼得。2026年8月5號，佢因病離世，享年76歲。佢寫過《浪子心聲》多首經典嘅金曲，喺《愛回家》入面演過炮叔。但佢同黃霑嘅關係到底係點？佢同許冠傑由火星撞地球式嘅合作，點解最後會決裂？佢喺 TVB 晚年又發生過啲咩事，令到佢公開講唔好提 TVB 嬲呀？仲有富商大劉鑾雄點樣喺佢最艱難嘅時候伸出援手？佢最後嘅日子又係點樣度過？呢啲故事好多人都只知一半。而家佢已經走咗，我哋更加應該將呢啲往事好好記低。如果你中意懷舊，中意聽香港樂壇同電視圈真實往事，記得而家就撳訂閱，開小鈴鐺，睇完之後俾個 like， 留言同我分享你嘅感受，仲可以分享俾同樣中意舊時光嘅朋友。好，我哋而家開始。各位老友記，今日我想同大家慢慢詳細咁傾下黎彼得同黃霑呢兩個人嘅關係，同時都會講多啲佢同許冠傑嘅恩怨，同埋佢喺 TVB 發生過嘅事，同埋佢最後嘅時光。其實黎彼得同黃霑唔係好似佢同許冠傑咁長期拍檔，聯名寫好多歌，成日一齊通宵悼詞嗰種親密合作。佢哋比較似係同一時代、同一輩份，互相尊重，但風格完全唔同，創作路線各走各路嘅同輩詞人。呢種關係雖然冇咁多戲劇性嘅恩怨故事，但正正反映咗70至80年代香港粵語流行曲起步時期填詞圈真正嘅生態同氣氛。先講反大背景，70至80年代香港粵語流行曲啱啱由英文歌同國語歌主導嘅時代，慢慢轉型成用廣東話寫歌，唱出香港人自己嘅故事。當時填詞人圈子其實好細，出名嘅就嗰幾個。公認第一代主要有4位：黃霑、盧國沾、鄭國江同埋黎彼得，被視為鼎足而立嘅主力。佢哋3個學歷高，文筆好，寫出嚟嘅詞有文學味，有時代感。而黎彼得就同許冠傑組成另一股力量，靠許氏兄弟電影同唱片，用最市井、最口語化、最貼地嘅方式同佢哋分庭抗禮。黎彼得自己都講過，佢哋呢班人係同代人，大家互相知對方存在，但創作路線好唔同，亦唔會互相踩。黃霑寫詞偏向豪放，文學味重，有時仲帶諷刺同時代感。你聽上海灘嗰句浪奔浪流，或者滄海一聲笑嗰種江湖氣同豁達，就知佢寫詞有格局、有畫面。佢中意用文言同白話混雜，寫出嚟有氣勢。黎彼得就係徹底草根、鬼馬、口語化，直接用香港人日常生活嘅講法入詞，好似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造字出位的馬仔呢啲句子，你一聽就知係街坊阿叔阿嬸會講嘅說話。有說法指黃霑曾經公開讚過黎彼得，話自己可以寫出其他幾位詞人嘅風格，但黎彼得嗰種真正懂香港草根嘅味道，佢寫唔到。呢句評價好重要，因為黃霑當時已經係填詞界大哥級人物，佢肯咁講，證明黎彼得嘅市井風格係有獨特價值，唔係隨便寫得出嚟。兩人最具體有交集嘅創作就係玩下啦呢件事。黎彼得自己喺訪問同節目入面講過好多次，當時溫拿或者相關樂隊需要一首開場歌，陳有麗、黎彼得幫手，黎彼得用筆名柴可夫寫咗開頭幾句，今朝等到依家，囉囉攣心掛掛，呢幾句好鬼馬好口語，完全係黎彼得風格。之後呢首歌去到黃霑手上，黃霑改寫同加咗幾句，最後變成大家熟悉嘅玩下啦，而且作詞人欄寫咗黃霑嘅名。黎彼得後嚟同黃霑傾過呢件事，黃霑當時唔知柴可夫係邊個，所以用咗自己個名。黃霑之後都向黎彼得講過唔好意思，黎彼得嘅反應好大方，話我不怪他霑叔，因為他是我很尊敬的老人家。呢件事反映幾樣嘢，當時填詞圈子好亂，筆名、改詞、掛名都好常見，有時一首歌會經過幾個人手先至定稿。另一方面，黎彼得對黃霑有尊重，冇因為呢件事結怨，亦冇公開鬧。
對當時一個靠自學中文、只有小學5年級學歷嘅黎彼得嚟講，可以同黃霑呢啲大學框出身嘅詞人喺同一圈子行，本身已經好難得。佢選擇唔計較，反而顯得佢心胸闊。除此之外，仲有其他接觸點。黎彼得主持商台豪情夜話嗰陣，黃霑係常客之一，佢哋會一齊食完飯就入直播室傾偈，氣氛好輕鬆。黎彼得形容係狗氣，即係隨便氣，唔使扮高深。嗰個年代嘅清談節目同而家好唔同，嘉賓可以真係傾到好深入，或者好搞笑，觀眾好中意聽。黃霑上節目唔係嚟宣傳，而係嚟傾偈，證明佢哋私底下係有交情㗎。1989年，黃霑主導一張搞笑諷刺聖誕專輯《香港 X Mass》，專門用聖誕歌改詞去諷刺當時社會同政治氣氛。黎彼得有份寫其中2首歌，包括當晚同黃亞燦過聖誕。呢次算係正式嘅詞人合作，雖然唔係主流流行曲，但證明黃霑有邀請黎彼得一齊玩。仲有團體合照入面，黎彼得、顧嘉隊、黃霑、盧國沾、鄭國江5個人一齊影，顯示佢哋係同一代嘅代表人物。大家喺公開場合都會一齊出現。如果要比較兩人風格，可以再講深啲。黃霑嘅詞好多時有大嘅感覺，寫江湖、寫時代、寫人生起跌，聽完會有種哇好有氣勢嘅感覺。黎彼得嘅詞就係細同真，寫街坊日常，寫小市民心態，寫香港人特有嘅自嘲同樂觀，好似《浪子心聲》入面嗰啲勸世句子，或者《打卓英雄傳》將麻雀術語寫成英雄傳，全部都係黎彼得先寫得出嚟。黃霑可以寫出男兒當自強呢種激勵人心嘅歌，但黎彼得寫出嚟就會變成命裏有時終須有呢種更貼近普通人接受命運嘅態度。兩種風格其實好互補，一個負責格局，一個負責接地氣。黎彼得自己都承認，佢寫詞冇受過正規訓練，全靠自學同生活體驗。佢細個賣報紙、做司機，睇盡人情冷暖，所以寫出嚟嘅詞先會咁有香港味道。黃霑就係學院派出身，香港大學中文系，加上本身好有才氣，寫詞自然有文學底蘊。兩個人背景差咁遠，都可以喺同一個年代成為第一代填詞人，證明當時香港樂壇好包容，唔一定要名校出身先寫得出好詞。黃霑2004年過身之後，黎彼得偶爾提佢，語氣都係尊重同懷念。對黎彼得嚟講，黃霑係前輩式嘅同輩，而唔係拍檔或者競爭對手。佢冇講過兩人有任何過節，亦冇講過大家搶過歌或者鬧過交。呢種平淡但真實嘅關係其實好難得。娛樂圈好多時都係利益先行，但黎彼得同黃霑之間至少喺公開記錄入面係互相欣賞多過互相比較。講到合作，就一定要提返黎彼得同許冠傑。傳媒好多時都會提到當年兩人度歌詞，經常通宵達旦，搞到許太都有啲不滿。後來因為種種誤會，兩人關係決裂，好長時間都冇再聯絡。不過黎彼得生前每一次講起呢段往事，都仍然大讚許冠傑。佢話兩人嘅合作係火星撞地球嘅奇蹟，更加堅稱樂壇唔會出現第二個許冠傑。佢承認大家最後唔夾，但對阿 Sam 始終感恩，覺得佢係自己嘅恩公同恩師。呢種態度其實好能反映黎彼得嘅性格，即使分開咗，都唔會將對方講到一文不值。講完填詞同黃霑、許冠傑嘅關係，我想轉一轉講黎彼得喺 TVB 發生過嘅事，因為呢部分其實好影響佢晚年生活。黎彼得入行初期經許冠傑介紹去 TVB 做編劇，之後慢慢轉做演員，拍過好多劇同電影。真正令佢晚年再紅嘅就係《愛回家之開心速遞》裏面嘅爆叔。佢同劉丹、羅樂林、陳榮俊組成大四喜，玩 rap 玩搞笑，好受年輕觀眾歡迎。好多人都係因為呢個角色先知原來佢係一代詞人。但2021年底到2022年初，事情開始轉變。黎彼得因為眼腫去檢查，結果發現心臟有2條血管堵塞，醫生建議即刻做通波仔手術。佢向《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劇組請假接受手術，手術費同檢查費加埋要20-30萬，對佢嚟講係好大負擔。做完手術之後，佢休息咗一段時間，身體康復，但電視台卻以不明原因未再安排工作，將佢嘅角色爆叔寫成遠赴加拿大探親，變相無期雪藏。
黎彼得自己都講過，佢打過電話去藝員部同監製，但得到嘅回覆好模糊，有時話下個月先有位，有時根本冇人聽電話。佢好嬲，公開講唔好提 TVB， 嬲呀，覺得公司唔想孭鑊，老人家一有事就唔俾返工，最終令佢無奈決定離巢。呢段時間佢真係好辛苦，手停口停，經濟好緊張。幸好契仔黃宗澤主動幫手資助手術費。香港01重溫佢過去嘅專訪時都提到，黎彼得當年因病手停口停，幸得富商大樓劉鑾雄義助生活費及醫藥費。黎彼得生前對此心存感激，並豁達表示，雖然大樓後來停止了資助，但他非常感恩，明白長貧難顧，呢啲人情冷暖佢都看得好通透。黎彼得後嚟合約完結，就冇再續約，正式離開 TVB。之後佢轉戰 YouTube， 同鍾志光一齊做稿記秘笈，繼續用自己嘅方式同觀眾見面。鍾志光後來仲喺《愛回家》入面頂替咗部分大四喜嘅角色。黎彼得喺 TVB 嘅經歷，好似好多老戲骨晚年會遇到嘅情況。做咗咁多年，一有健康問題，公司就變得好謹慎，甚至唔再安排戲份。佢自己都好無奈，覺得做演員好被動，想開工都唔得。呢件事之後，佢對 TVB 嘅感覺明顯冷淡咗好多。講到佢最後嘅日子，最新曝光嘅細節更加令人感慨。好友鍾志光向傳媒透露，黎彼得喺2026年3月1日凌晨於護老院中風暈倒後，便一直臥床。5月13日，黎彼得76歲生日當天，鍾志光曾專程前往探望，仲為佢唱生日歌，但當時黎彼得已經完全冇任何反應。鍾志光感慨話，中風前幾日，兩人仲一齊飲過茶，當時對方精神尚可，完全估唔到幾日之後會突然中風，從此無法言語，所以一啲遺言都冇留下。而佢最後嘅網上身影就係 YouTube 節目《舊後秘笈》。黎彼得最後一次錄影係喺2026年3月9日。該頻道最近一次更新佢嘅影片係6月中旬，當時佢喺片中仍然中氣十足，預測杯賽果，更神準貼中西班牙奪冠。點知呢段影片就成為佢留給觀眾嘅最後身影。總結嚟講，黎彼得同黃霑冇長期聯名寫大量歌曲，亦冇好似同許冠傑咁有恩恩怨怨嘅複雜故事。佢哋嘅關係比較接近同輩同行，互相知道對方存在，有具體創作交集。尤其係玩下啦呢件事，黎彼得對黃霑有敬意，風格上形成互補，一個寫豪放文學，一個寫市井鬼馬。而佢同許冠傑由火星撞地球式嘅合作，到後來決裂，再到佢喺 TVB 嘅晚年經歷，同埋大劉嘅義助，以及最後喺護老院中風、生日無反應，同埋歐國柏成為絕響，全部都係真實同令人唏噓嘅故事。黃霑用文學同氣勢撐起粵語流行曲嘅格局，黎彼得用市井同鬼馬令粵語歌真正走進普通人生活。兩個人一齊先令到70至80年代嘅香港樂壇咁豐富、咁有層次。而家回望，兩位都已經離開咗我哋。黃霑走得早，黎彼得亦喺2026年8月5號離世，但佢哋留低嘅詞仍然喺香港人耳邊流傳。無論係上海灘定浪子心聲，定係玩下啦呢啲看似細嘅作品，都係呢個時代嘅印記。希望大家聽完呢段，可以再翻聽返佢哋嘅歌，感受下兩個風格唔同，但同樣重要嘅詞人點樣一齊為香港流行音樂打下根基。好啦，今日時光重影館就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集有啲意思，記得繼續訂閱、俾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下集再見，一路好走。